悬啊，若是囡仔着惊，半暝会哭、黑白花，爸爸妈妈拢会带因去互收惊。收惊嘛算是咱台湾一项上特别欺负囡仔的方式。唔知大家拢有发现无？迄收惊的所在拢是伫咧巷仔内底的家厝啊。恁敢有想过是安怎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伫咧巷仔内底欺负囡仔，较无人知啦。啊，若负责收惊的吼，百面拢是一个阿婆，伊拢摕3张香哦，啊一支喙安尼哭哭念。啊，我大概拢足斟酌要甲听看卖，到底是咧念啥物？啊，毋过我拢听无啊，所以我目睭就豆豆徛落来。啊，我妈佫叫是讲迄个阿嬷真敖哦，伊哪收我哪乖。其实是因为伊的迄香熏到我目睭爬袂紧，好无？结果啊，阿婆啊，我落目睭毋是，等下，大家拢莫紧张，我嘛莫紧张。结果阿婆，哎呦，动过关啊啦，吼！伊平均哦，差不多呢35秒至40秒就笑一届。哦，啊，当然中途有半届，迄个就是咧讲唔对，佮捌句的。哦，迄个我感觉真好笑的。我落目睭毋是，等下，大家拢莫紧张，我嘛莫紧张。结果阿婆，伊这就是反应真紧哦，伊把迄个危机化作转机，转机，